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英國多個城市包括倫敦、錫菲 Sheffield、格拉斯哥同愛丁堡，有幾百名大學生喺哈馬斯 Hamas 襲擊以色列2週年當日舉行支持巴勒斯坦 Palestine 嘅示威。雖然有人呼籲為尊重啱啱經歷恐怖襲擊嘅猶太社群而取消，但學生仍然堅持參加，強調係為巴勒斯坦人民發聲。示威者喺校園外舉旗高呼口號，不過亦有以色列人反對，批評活動係支持恐怖組織。多位英國政界人士，包括施紀賢、Sir Keir Starmer 同柏丹娜 Kemi Badenoch 都批評示威時機不當。事件發生之際，埃及正進行以色列同哈馬斯嘅間接談判，希望為區內和平同人質問題帶嚟進展。詳細新聞內容：全英國有幾百個大學生喺10月7號哈馬斯襲擊以色列2週年呢日，搞咗支持巴勒斯坦嘅示威，示威地點包括倫敦、錫菲、格拉斯哥同愛丁堡等城市，而且仲係喺曼徹斯特一間猶太教堂發生持刀恐怖襲擊，2人死亡幾日之後，雖然有啲人呼籲取消示威，話要尊重猶太社群，但啲學生哋照樣出嚟反駁首相指遊行係反英國價值觀，而首相施紀賢就批評喺呢個時候示威係唔尊重人。倫敦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外面有幾百人聚集，有學生戴住巴勒斯坦頭巾同口罩，舉住寫滿死者名單嘅橫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外面都有學生高呼巴勒斯坦會自由等口號。巴勒斯坦學會主席海亞阿當 Herr Adam 發言指學生會繼續為巴勒斯坦發聲。組織者安東帕羅奇 Anton Porosky 就反問幾百萬人支持巴勒斯坦，唔通全部都係反英國？有示威者喺現場講，呢場衝突唔係10月7號先開始，而幾代人都喺封鎖同流離失所之下先會出現。自由對巴勒斯坦人嚟講已經冇意思。不過嚟自以色列嘅斯拉達 Emily Schrader 就舉住以色列旗反對示威。佢表示呢啲集會係支持哈馬斯，係冒犯又唔負責任，無論對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都唔公平。喺錫菲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大約有100人示威。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圖書館外亦有幾百人集會。英國大學協會 Universities UK 總裁史丹 Vivian Stern 提醒師生，10月7號係恐怖襲擊週年，支持恐怖組織係犯法。早前喺猶太人嘅贖罪日 Yom Kippur 當日，曼徹斯特希頓公園 Heaton Park 猶太教堂被人持刀恐怖襲擊，導致2人死亡，包括被警方唔傷嘅杜比 Adrian Dobby 同保護教堂時被殺嘅卡拉維斯 Melvin Kravitz。首相施紀賢就表示呢件事係國家嘅污點，英國會堅決反對仇恨。教育大臣方佩茲 Bridget Phillipson 呼籲學生展現少少人性。保守黨領袖柏丹娜 Kemi Badenoch 都表示呢啲示威顯示仇恨仲未消失。影子司法大臣鄭偉琪Robert Jenrick 直斥活動離譜，自由民主黨 Liberal Democrats 黨魁戴唔爵士 Sir David 都喺呢日示威完全係一個錯誤。同時間喺埃及有以色列同哈馬斯代表進行間接談判，希望透過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提出嘅方案，為地區帶嚟和平，亦令被扣押嘅人質可以返到屋企。呢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